真侪鄉親最近坐捷運發現哦，進前個條啊咧，卡攏無去啊。哦，即馬即個捷運安尼改吼，伊講因為人較濟啦，將進前即一寡條啊刷走，人就會當較濟人坐入來。但是講是坐入來，台灣人是用徛的，包括雲湖線、板南線這條攏拆掉。不過即個乘客就講，若真正要救無通啊救啊，若真正動車的時陣，恐驚會種跋倒。到北側的車廂內，順手抓頂懸的手環，不過詳細看，敢有發現這個空間倒位變甲無同。過去搭乘捷運，許多人一進到車廂就會走到中間這邊，因為原先這裡是有一個立柱，但現在北捷把空間優化，改成上方這種拉環。相比來看，過去有中徛條的車廂有較濟通環的位，不過徛的空間就相對較少。若無中徛條的車廂，乘客咧行無受空間的限制，不過咧徛時就要特別細膩。走的話會比較方便，動線上會比較流暢。我平常是比較少去握中間那個柱子，柱子拿掉以後，空間呢比較寬敞，在站立的時候啊，或者坐着的人都比較舒服。平常這樣的就 OK， 如果高峰期的話就有點那個，就還是需要鋸子這樣。對這北捷回應，移動車門頭前的徛條，對輪椅、紅眼車頂需求的旅客更較優先，嘛減少旅客過座費情形。目前旅客坐車的狀況正常，會採用相關的意見，那觀察使用的情形，拿做檢討。甲國際大都會鐵路業同齊，將持續增設列車的扶手與拉環的設施，空間優化列車共54列車。我們會在一字形的座椅區，每列車新增了24處的立式的扶手。那在多元友善空間的部分呢，我們也會再新增2組的手拉環，還有一個橫式的扶手，還有相關的標示。不過民眾發現北市中山區食粉的區域竟然有按手環，好奇問講食粉的區域攏會使做手環，是安怎捷運的車廂袂做哩？有網友講生笑講，敢是為捷運的車廂提過來的？上下班的時間車廂總是填滿滿，北捷要安怎增加載運量？同時兼顧坐車安全嘛，正做拍拼的目標。